真呀，弟弟，休要弟弟，母亲问你怎会因缘这个小姐？这个嘛，莫非衙内不满有病？你真呀坚持不了？哪个？莫非高家是他滔天女儿低头了？弟弟，事到如今，你须在狗吃，这朗朗乾坤，母与王法，这东京最是干家昔日东京呀，呸！山家女农兄郎，骂一声骂声真娘你不给你是这话来真不是你放了这了心你就不想你比丈夫被遭却你就不想临从发配去从军人在那张林去的披萨身泪淋想啊林冲为红把须实心他为你们三女夫妻与恩人怕你不送美情真当日间你为何把须实来思回为这位黑日谁门女恩见当日间呀装死在让林上你是生生死死要同心当日间终于高林都不动都是你真娘与良心哪知你一语在耳
你心意你抬头风归是家金水府门到底是他们父子同美石头记还得你恩爱夫妻两一分你须黑日为长安生四公道恩怨两字要分明白不分恩枉为人你真把这个罪人去当亲真也罢我与你一道阳泪分水宋坚能高头风雨人不许你再上我家门哦哟，战有宝玉一推，气冲冲打出李帅府。李亚夫人仔细弄能爱我，别一面之谜。
愈来越像。哎呀，相公女儿手心真灵，她怎肯纵容这个小姐？怎肯纵容这个小人也？定是姻缘是假，放在他对我言道，妇女今朝真用兵，再相逢，是非是梦一阵。阿阳我的女儿，好正娘啊！我从挂真娘不给。弄兄啊，骂一声骂声真娘你不给。你怎会因缘这个小姐？这个嘛，莫非衙内不犯有病？你怎样坚持不了？哪个？莫非高家是他逃了天，女儿低头了？弟弟，事到如今，你须在狗吃，这朗朗乾坤，母与王法，这东京今日干叫昔日公瑾呀，呸！这叫把虚实来撕毁，为这位黑之神门丈夫背遭
红80岁，他为这为你们三女夫妻，与恩人怕你都送美亲。
真呀，弟弟，休要弟弟，母亲的你怎会因缘这个小文件？这个嘛，莫非衙内不反有病？你真呀坚持不了。哪个？莫非高家是他讨了天，女儿低头了？弟弟，事到如今，你须在狗这朗朗乾坤，母与王法，这东京最是干将昔日公瑾呀，呸！山家女农子兄呐，骂一声骂声真娘你不给你是成话来只是心，他为这为你们生女夫妻与恩人怕